我伫遐得到的对待，并无起初我所担心的遐可怕。我嘛无像其他的人安尼，互带去皇帝的宫廷。我是互海贼船长留落来做伊的战利品，做伊的奴隶，因为我少年阁溜俩，对伊有路用。拄着即款变局，为生理人诚做凄惨的奴隶，我完全放弃。即时我阁想起老爸所讲的预言，讲我会拄着苦难，无人来救。但我感觉老爸的话已经应验，我已经无可能阁较害啊啦。我受到天公的报应，已经无救啊。但是，哎呀，这不过是我的苦难的开始，这着等到故事的后面部分才来讲分明。我的新主人带我到因厝，所以我真有希望，伊若出海就会带我同齐。我相信，伊紧慢会互西班牙也是葡萄牙的战舰掠去，安尼我就会当得到自由啊。但是，我即个希望真紧就破灭，因为伊去出海的时，拢留我伫因厝照顾小花园，搁做厝内的苦工。等伊为海上转来，伊又叫我去困船舱，替伊顾船。伫遮，我规心想要逃走，看有啥好办法，毋过找无任何有可能的方法，无任何的条件会当支持我的假设，因为我无人会当参详，也是同齐行动，无罗列同伴，无英国兰人，无爱尔兰人，嘛无斯格兰人。简单是我孤一人。伫2年的时间，我简单会当顾空想来5、6家己，却毋捌有任何机会通甲伊实现。大概过2年了后，出现一个特别的情形，佮引起我试要争取自由的想法。阮主人赖踮厝比平常较久，无装备好伊的大船。听讲是因为无钱通学装备。伫即段时间，伊常在坐3班仔去港口外的拍定场掠鱼，每礼拜1摆也2摆，天气好的时搁较接。迄3班仔是伊大船顶的小艇，每届出港钓鱼，伊总是叫我含小马里斯靠顾船。阮2个少年仔的服务，互伊真满意。而且我嘛不止熬钓鱼，自安尼，有时阵伊就叫我含一个伊的某个亲情，搁含迄个小马里斯克去钓一盘鱼转来食。有一摆，阮伫一个平静的早时去钓鱼，忽然海上起大雾，随风离海花无到半里，阮看袂到花。迄时，阮毋知要往倒一向顾船，简单拍拼过。安尼经过规工，搁过一暝，一直到天光才发现阮若无靠外海花，颠倒是到外海，上无已经离花2里。加在，阮会得顺利搁顾转来，虽然出真济力，搁有一寡危险，因为迄早起的风暂然透，阮搁逐个拢枵甲不得了。阮主人为即摆的意外事件得到警告。伊决定日后爱搁较小心，出海钓鱼袂使无早落架含一寡食物。拄好伫伊接手的阮迄只英国船顶有一只长3班仔，伊就命令伊船顶的木匠嘛是一个英国奴隶，伫长3班仔中央做一个小船舱，像博仔船顶迄款。舱的后面有一个位通徛咧画大含调整主旁。舱头前嘛有1、2人徛的位，通操作船旁。即只长3班仔使用的旁叫做三角旁，旁拐怀伫舱房顶悬，舱房缩结搁低，内面有位通互伊含1、2个奴隶困，搁有一块桌仔通食饭，搁有一寡桌柜通放伊爱啉的酒，含芳、米、咖啡等等的食物。阮定定坐即只小船出海钓鱼，因为我钓鱼的技术上好，每摆出去伊总是有带我。
有一摆，伊约当地2、3个有身份的某人买坐即只三板仔出海钓鱼娱乐，为着款待人客，伊款济酒菜含食物，伫前一暝倒送上船。伊阁吩咐我为大船顶举3支底穿烈火药含枪子上三板仔。为即个安排看来，除了买钓鱼，嘛买拍照。我照主人的吩咐，甲一切准备妥当。到第2天早起，我甲船洗清气，机仔挂好势，事事招备伫等待人客。过一下仔，阮主人加伫一个上船，讲人客临时有代志，无买出去，但是因会来因兜食暗，所以伊命令我含迄个某人含迄个囡仔，若平常时安尼出去钓鱼，阁吩咐一个钓着鱼，着赶紧转去因厝。遮个代志，我当然着照办。即时过去想要走脱的念头又忽然出现，因为我发现我有一只小船由我指挥。主人一下离开，我开始做准备，毋是准备钓鱼的代志，是准备买航行。到底买去倒位啊？这连我嘛毋知，嘛无考虑，会当离开即所在，去倒位拢是我的愿望。